YouTube 放假時間話，baru quick baru now baru ka hit live 啊，應該是。阿 John 啊，你 online 都冇線嘅 episode 咧條？冇，一估咯。是啦，我直直吹冇啊，就我嗰隻噴建議咗，直直吹冇啊。OK，等陣，等陣。各位聽眾，我在華人人都對來收聽邊個好嘅節目。這禮拜要介紹我哋特別嘉賓，我叫我勁人講緊舊一陣啲。這禮拜特別嘉賓，我啲智能喎，是舊嘅鬼冇莫白我哋。零頭摸我哋。個嚇唔是年年摸咩？年年。阿隻零成冇。年年是幾粒嘅年年喎，零頭是嗰啲零頭啊冇聲啊。啊，啲年是到底年嘅中文嘅聲出嚟一條。了個我未看到。咩聲？狗嘅聲，豬嘅聲。所以我換起咧 spotlight mode 了就未看到人，所以未介紹人。OK， 看咩啦？個有特別人聽到聲咯，肯流字bài會比娃娃咯，特別我未看到呢邊喎。流字拜幾情你無嚟啊啦？係呐，你流字bài少㗎。數本了。成個去啊流字bài。成啲都是。成啲都是啊，了個有開 camera 我看在呢邊啫 introduction 是講幾告訴我啱啊，看呢邊，係咪開知道？ไม่啦，開隻啦，不要緊啊。開運看者啦，阿冇成地တူ了。我這是我冇情啥。我知不要緊嚟個看者 high rate 嘅起，喂 viewership 嘅起。有咁會，看你個人來嘢。看者係咪？開唔？你吐掉下。佢哋單料啊。你聽唔到嘢啊？你吐掉。我等你看。不要緊，我係叫我係面啊，你依靠我面一粒嚇，達到啲你零頭嘅，所以看唔到嘅。人家出咩？人家出隻 camera 就差嚇。哎呦，你說近期啊？我想。你人創第一小姐啊！有嘛？有見到免看面啊，怪地。誒，等陣我看唔到我家己喎，我唔敢可能看我。即係人家鬼告訴我知道。妹妹啦，你介紹白人先啦。啊 ，OK， แล้วก็ก็ทำไม่หลังก็阿龍學咗阿龍係咪？哇！แล้วก็อาสามรักษาหัวเอง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我是愛坤貴。ก็เองก็เดียว Hello introduction 10 minutes เองก็ต้องชุดเมียมาเจหลังไหลมา MCO แล้วก็พาดินเต้าหัวเองพาดินเต้าแล้วก็ไว้ producer I'm gonna call the bin สีบาเก๋าแล้วก็จะ想落個卡嘴糖誒，甜誒是誒卡嘴甜啊，可能。我哋都走嘢啊！
個他到咯，走去躲 Vivi 娃娃，個啲呢個哇塞地圖師，哦，看到你大地，做地圖師嗰邊。啊，走去 Vivi 娃娃，個有鹹水啲，可能鹹水啲。 Hello，我是個姑姑。你係咪鬼？啊，偷鬼鬼？我係你頭姑。聽咗係咪去？鹹水啲偷鬼鬼。偷鬼鬼，啊，偷鬼鬼，了，大都別คนเนี่ย了，嚇？อาหาร唔ทางคุณล่ะ 我家我做咩唔加困？唔ทางคุณ คุณ 唔ทางคุณ唔สิก็唔กล้า แล้วล่ะจะพี่หิวแล้ว 了個轉個嚇，個有啊，奧地都歡迎 อยาก 奧 กิ 地 น 都 โกปี้กินโกปี้ 歡迎奧地都。炸了啦，啉咖啡。เป็นคุณแล้วล่ะ 困咯。我要睡覺了。奧地都啊，歡這裡頭迎。去食乜個爹？冇人插我，奧地都歡迎。 Hello，了個有睇陣我冚咗一個奧地一個毛毛菇嘅面，等我刷起啫。哇，毛毛菇情妹啊，出去行人嘅。這不是毛毛菇的情報呀？零呀，零哦，你啊，毛毛菇歡迎。了佢係你拎啊？了個內人是加工嗰啲哦。加工在做到大家好，大家好。啊，加工那個只 unknown 是裝誒，唔知哦unknown 是博鹹啲哦，歡迎博鹹啲，博鹹啲都看 video 嚇。เดี๋ยว我哋แชทไม่เกี่ยว OK บาวัง 啊，看人家對咧，你要做白個第一主要背一下。我อยากกดดัน OK，然後跟住住嚟啊，了娃娃嚟啊，了啊，Vivi 娃娃嚟看啫，好玩驚啫。未 on 喎，唔正裝。哦，個隻鬼嚟插落呢邊嘅。冇啦，我等 on camera 啦，嗬。有都自己看到自己喺度斜鏡冚去。我特乜佢哋啲藤啊嘛，哎呦我佢啲藤啊噃。 shit 嗱，把路喎。 shit，但係我未記落哦。未。我唔是未記落，我未記 break 我嘅 file，所以我只定 record 是 continue lock 得埋，所以當然等我，唔記得你買我自己嘅掛。你看，一邊一出一個 camera 啦，一拍一個嚇，拍隻叉。太未喎。哦。啊，是咯。用ด้วย handphone ล่ะ 啊，我嚟看啊，你而家你 handphone 了，翕你卡轉一條，翕你自己先條，啦，小你出來。應該有鬼砸掉啦。係啦，有喏，鬼砸。早上有鬼砸掉啊！ OK，別講啦，講啊。鬼砸我啦，同佢地址綁冇了啦，冇啦，我就冇。你掂到厝嘅樹，佢咧我鬼唔走我嘢。同你講，不，你買去當佢哋物件呢？就你買只係就冇來。誒，住，我再講佢哋有鬼個卡吹條鬼個。咁啊，嗰時眼淚先啊，係唔是啦，咁樣，咩啊？啊，唔是話嚟。ก็ทำว่าลักชิข้าวนะ รู้ล่ะ 你我聽到。嗱，是咯，是咯。未必是，我看是未必是零頭毛。冇啦，我去笑啦。毛毛菇啦。啊，佢是毛毛菇。OK，嚟講鬼故事，講鬼故事。哦，喂，娃娃咪出來先啊！喂，娃娃最近冇咩嘢喺度鬼啊？哇！我只估我路即幾廿年來，我本無一個了喎，無一個 experience 咧。แล้วติดนั่นเลยหอบขับเส้นเรียกยิงยันเย็นไอ้โก้กันรู้เทปอสิว 係咪嚟？เลยขับเส้นรู้จะขับเส้นติดนั่นยิงยันเย็นเลยมา冇咧直接啊！哇！你估啊咯，你估啊咯，就是 since then 了就無個隔一兩年啊，你可能就無做啦嘛。你做咩事冇做？你講就有人講嚇，你講嘅都夠啊。冇做係咪？你冇做鬼故事是係咩事？哦，because 啊，無伊頭那時呢，我實寫佢哋鬼故事啊時呢，嗬，就是特名3點特隻車。哦。3點啊！你就是講
你 OK， 譬如講啦，嗬，你寫咧，你阿個十有當時就閒啊嘛，10點幾11點你看困了咯，對，困了嗬，伊3點伊 automatically 嗬，伊就要請喎，是連線真正節日是安尼款嘅情形。3點請就是有幾個意思啊？我唔知啦，你人講3點是第一嘅點聲啦嘛。我連續幾多個過啊？啊，對，你講就3點請。啊，3點2點幾，我3點咯，連續幾多個過。啊，就是特別都冇幾啦。你唔知你冇看到？我唔是，你唔是講，你當時一來嗬，對，伊唔是一來你特別會看到個嘢嘛？特別你再講要。一來啊，無你會 feel 到講只奇怪，講安怎3點會請咧，到都請起來那時，你會只 feel 到真正。我講過啊，伊你感覺嗬是真正 depressed 哦。แล้ว你會 feel 到講我3點請起來感覺是不得了。你冇想你是冚家晒啦，แล้ว伊會 feel 到就 depressed， แล้ว depressed 嗬，แล้ว個表現伊會成只無助啊，你講你咁 helpless 無助啊，真正唔知啦，佢哋真正暗啊，你講你會感覺，真正 negative 嘅感覺嘅，แล้ว伊連鎖你講，แล้ว教架寫了嗬，แล้ว我就冇再去動這個物件啊嘛，แล้ว就 OK 啊。你是寫冊嘅時候，你講寫？佢就唔是寫冊嘅事咯，แล้ว個做節目時咧嗬，做節目嘅時咧，佢哋跳燈夜談嘅時咧是會常常發生隻謝物件啦，咧等係破仔啦，咧等係之類啦，佢哋啦，你會 feel 到講你係美語啊，嗬，suddenly 你成隻豆味啊，你講到就咧，你是連鎖發生嘅，你就，แล้ว你會 feel 到講應該是佢啲物件是有影響到你啊，你講咯，แล้วthat's why 卡嘴聽，你聽起來是你感覺安怎呢？我未困咯，感覺未困咯，有時感覺不到有啦，佢只物件。特別你是冇講就係講，冇啦 ，actually 感覺唔知啦，未困咯，真煩。特別你是 stress 嚟啦，我感覺。可能你寫冊本 stress 啦，我唔知。maybe 啦，แล้ว個就是講，伊點有忙嘅咯，有忙較濟。maybe 是講係啦，寫冊了嗬，你影響到你家己咯，特別佢哋經驗是真正無好嘅 feeling 咯。但係我買去這個，你會 feel 到講啊，嗬，你規個人啦，嗬是真正，你無愛想愛甲人講話，了你精神真正差，了個有要緊feel 得很灰啊，安尼款咯，了你會。negative 啊，你看一個點聲，你知哦，所以伊成啊一站嘅點聲會安尼款咯，你變做規個人成啊。你感覺就講你規個人嗬，真奇怪就對啊啦，你 feel 到。that's why 我安尼久了，你看嗬 ，from 迄陣時是2014年到八路啦，你就我無動到了，幾個物件，幾個故事啦 ，even 講幾個故事下面我都冇參咩，不如，我咪去同意啊，安尼款嘅物件嘛。特別最近嗬，我有 suddenly 愛想愛做 YouTube 喎。做 YouTube 幾個？講幾個故事，係啦。做咩做？唔知啊 ，feel 到講，成日講隻股啊，冇做啊，唔知。如果我可能看到呢邊一個做 YouTube， 看 YouTube 是看咩？人講啊？看鬼？看冇啦，若是講做 YouTube 嚟講是愛看面嘅啦。แล้ว maybe 是係咯個看轉，特別我唔知安怎，唔知會做冇啦。是講 suddenly 有安尼款 pop up 一個 idea 講愛做安尼款咯，特別冇正講愛去 plan 啦，because 本冇英文啊，แล้วบรรลุว่า物件算做是講較
是做 positive 了吼，我咪去有效，我本無咪想講，等下做了之類了，伊影響到我啊，你看。咁我琴晚特別奇怪吼，你看你講啊，你特季節啦，你做一道啊，你看啦吼，本無安怎吼。特別 maybe 是講我有去研究伊，我較深入淡薄咯。就係講last time 是做迄個 white noise 迄個 episode 那時候吼，แล้ว是唔樣有去吹迄個 white noise 啊，แล้ว迄個人有 share กับว่า迄個 white noise file 啦，แล้วลูก去聽，แล้วลูก去研究，แล้ว去講 about 伊安尼款咯，所以 feel 就講唔知啦 ，maybe 是人本無去做蝦米。成日講白人講啊咪啊，我無嘛，所以嘛安尼款咯。哎呀，包括第一次怎麼未記翕？喂，這裡哦，喂 ，frame，等陣我做鬼嘅聲。嚇。OK 啊，部戲。阿 V 話話。啊。有時幾時發現起嘅？發現咩物件？發現咩物件 ？depress 啊，我請 depress 啊，我就是我寫出嚟嗰陣時哦，差唔多幾季節安尼款咯，安尼款咯。แล้ว我有問，你知佢睇唔知你有看過怪談咯嚇？怪談裏邊啊。較舊嘅 episode 啊，香港嘅怪談啊，吼，伊有一個肥肥嘅叫阿 Ben 嘅，唔知你人有捌咯？有看過一個哦。哈，AA แล้ว肥肥嘅嚇，แล้วactually 嚇แล้ว because 我計有 contact 嘅嘛，แล้ว佢暫時嘅時我有問伊講是唔是安尼款嘅物件會影響到 ，so because 伊有 experience 嘛，所以有 share 嘅話咯。伊講伊人做安尼款嘅節目嘅時啊，吼，有嘅查某啊，啊無就是大波有伊人嘅身體較虛嘅有吼，伊人會安尼款嘅情形本嘅，所以你特別愛有去白人講者啊，是啥物安尼款。安尼款咯了。無迄個晦氣啊，人講迄個 energy 啊，無好嘅 energy 會為了路安尼款啊。其實哦，迄個手尾較長咯啦，啥講鬼物件是講較看到鬼啊。是驚啦，特別你成日是講話啥掉成日心情無好啊，然後直歲數直來啊，迄個物件手尾較長，我咪去看咧，只鬼物件有當時就是毋是為了講看到鬼啊驚，然後我是驚嗰掉路嘅人。V 話話，會有性格款咯，成個嚼路嘅款啊，有啊，伊搞嚼。無啦，特別有我搞嚼啊咯，但我有學特別學面嘅笛是真正普通嘅物件了啦，迄個是。你想學面嘅笛是唔是只爽咩？我同你講，我是唔是 ？Oh my god！ 衰嘅，咪可以講人啦。然後，冇我同你講，我是個放棄狀態啊！我同你講 ，because 是大家關係㗎嗬。哎呀，算啦啦，你咪大家你巴咯，我continue困啊，你看。哈，會教安尼款嘅情形咯，but then。這幾年打出啦下是無了咯，安尼款嘅經驗。Hi boy，經驗是無啊。Hi boy，這個我再講這個較水聽嗰個鬼故事，個頂陣講無了個嘛，頂陣時。你個講個就冇類鬼故事。但係我冇講了個。我講了，我就是 depressed，because 實在每話講。抓無做咧嘛，就是 because 安尼款咯，我你話你甲迄個鬼聲解釋講，大人唔通做啊啦。應該是無啦，佢講，我同你講嗬，第一個去注意。唔少啦，無啦，
無啦，無講，特別無講咯，我無講嚇，我無講 ，because 我這邊吼是安怎就，我這邊是唔去相信啊，你講嘅物件就，特別如果就我相信係腦裏邊啊嚇，我盡量唔去想伊咯，你唔去相信伊安尼款咯嚇，安尼款咯。啊，這咧，較最聽你幾個？我講這個答案我係唔是我係個數啦，是我係 housemate 嘅個數。這個個數咧，差唔多10年，可能10年前，可能個數啦，我大一間厝嘅事。所以有一節咧，我無大整啦 outstation，然後伊咧是無行鬼嘅啦，但係伊上個是有時伊看會到鬼嘅。然後特別多數冇看到啦，所以係咪嚟？伊相信啊！伊相信，因為我特登講我是看鬼戲嘛，然後就燒去看鬼戲，你講你講我去看嗰啲戲咧，我是無垃圾啦，因為真嘅鬼都唔是安尼款嘅。較最聽你使鎖你 camera 過去，淡薄數我你較中你邊嘅當，因為我等 split screen 是窒下，冇窒到你邊下 ，OK， 了。So แล้ว特登伊無愛看鬼物件，伊講伊平常時就看會到，所以伊無愛去看。哦，對，安尼款嘅物件，啊，伊講伊看，伊本講無真嘅，唔是安尼款嘅啦，真嘅鬼啊。所以有一日咧，我到 outstation 啊，所以半差唔多暗暝喺度打電話嚟，甲我講，厝內有物件帶伊。所以我就講，你講較清楚，如果真驚嘛，所以講伊走去我房間困，你困到我本身位。搭波啦，搭波嚟啦，你 housemate 是搭波啊，搭波嚟啊，所以走去我門前我房間啦，所以你就講伊有一隻黑黑嘅物件，嚟molest成個幫伊嘅腿，然後幫伊啦，แล้ววิวว่าก็หมอ我無門嘅冇爽啦，因為一個驚到一聲個轉係咪？哦，所以學鬼幫你卡腿係咪啦？幫佢一個第二啦 ，according to him 啦，所以幫了第二了。有幫伊嘅招數哦。我唔知喎，但我就冇看。啊，你冇看幫佢招數啊？แล้ว幫佢跪先去了，แล้ว到第二了第二冇滾啦，แล้ว一個看到伊邊啊，伊講是真正。鬼咧惡就掉啊，所以看到伊邊嘅，伊看會到，所以伊時時甲我講嘅啦，所以叫尾伊就正，叫尾嚇伊就講咯，一隻帶伊嘅物件咧，就稍等咧就帶伊身軀邊徛起來，แล้ว就等 left 啦，就是我嘅堂啊咧嘛，แล้ว伊隻物件咧就走去堂啊位，แล้ว俾佢看伊時了，到啲堂啊邊跳落去哦。所以แล้ว伊講嘅時咧，就隻驚，講你都無驚鬼嘛，你驚咩鬼？你個，然後佢被笑個唔地嘛，你驚咩鬼？啊，你無驚嘛，你驚咩鬼？แล้ว我特別我因為我係厝嘛，所以我嘛是我本來要記你啦，แล้ว我就 call 人咯，就 call 係 parents call 嘛，call 嘛咯，按做好咧，喂，默咧我唔知我就 call 係顧，因為我係顧事做即係講經驗啊，所以了叫我顧就講唔知啦，佢哋隨就講啊，你去問裏邊一個，伊是唔是去指啊人去做人嘅物件，所以我就去問伊講，你到底去到落位，了我係顧就講，伊應該是走去山去到落去做人嘅物件係。แล้ว我到梅咯，แล้ว伊講伊走去聖旗山，伊白山，แล้ว伊去一間唔知咩 abandon 嘅厝，係咪伊就去偷飲嘢？伊講伊帶去偷飲嘢厝，แล้ว我係顧到講迄個物件嚟，上個嚟假死伊安尼啦，你咪去人嘅位安尼嚇，แล้ว當今迄個物件大位出現咗啦嘛，所以我當邊我感覺無安全嘛，所以我係顧咧就教我講特別去找三項物件，แล้ว有梅嘅位咧，特例梅嚇，比如嗰啦，接梅嘅梅啦，房間梅係咪鬼梅本啊？特例梅就俾包啲三項物件掉去佢頭頂位。係咪三項？一個是茅草啊，茅草。長毛唔是垃圾啊哦垃圾嚇，แล้ว個一個是鹽，แล้ว個一個是唔知迄個銅錢哦銅錢，銅是空嘅啊，銅錢啦嚇，銅是空嘅啊對，
所以我個驚喎，我個不要做，我教嘛，你做好我啦，你包一包寄來嗬。แล้ว你ไปอัน抓包一包在後面物件，嘅抓是抓落。伊干那寄包，唔知寄咧抓落安包了，叫佢掉，我個嫌我掉落去無水嘛，所以我就去買迄個有卡咧抓哦。啊，走宜家啲啊，你爆花嚟抓，係點咧？青色嗰個，แล้ว我佢爆แล้ว佢บางทีแล้ว佢夾 double side 啲พี่ก็所以我自己看唔到。哦。แล้วรู้at least 冇咪夾到แล้ว除咗看得較爽嘛。你呢？你嘅呢包啊？冇啊，我 actually 我上個時嗰自己房間佢有存包嘅，等佢攞嚟看。我還看下。啊，等佢攞嚟看。แล้ว包แล้วหอแล้วแต่เลยมุ้ยฮะตัว掉咯鬼後下。你掉到每掉到每棟每呢，還是到落去？我答案 actually 是講掉啦，特別我唔係定坑去嘛，所以我夾你 double side 的啊，我知道佢黏起來，每頭頂咯，表頭頂咯。哦，係咪啊？你是到底南面邊個靠邊嘅打？冇別一個南面邊。嗱，我每頭頂就掉啦，每特你每就掉啊，接每嘅每啦，แล้วปักกันนี่每啦，ปัง勁每啦。特別你邊打攞邊啦，係咪每靠邊嘅啦？啊，那邊邊，因為每靠邊我接片我看得到嘛。睇看嘛，你特地每樣我掉落嚟每房間嚟邊啦，所以我同每樣嚟講，你 as long as 特啲每頭頂咧就 OK 啦，所以我馬上掉咯。แล้ว叫咩無數啦，แล้ว你講第一刀啦，嗰隻 story 嚇，I thought 嚇，到了就因為講伊去飲人嘅物件嘛。這是落幾整啊？แล้ว這是差唔多11年整嘅事。哦 ，OK， 嚇 ，OK，so 即定我個月咧，我人係 common friend 啊嚟檳城，所以我人去啉茶咯。所以啉啦，就講起呢個 story，唔知中意講到幾嘢嘅，你就都講幾嘢，都講到呢個 story 嘛，講誒，你定講我哋幾茶咯，你可以摸咧，手兩個就爽啊，又講起。แล้วอ่ะแกไปหาก่อนไล่ฮะอี story ฮะอีสิก้องเพิ่นว่าอีบ่ก้องแล้วอี唔是去飲伊嘅厝咋伊頭家伊嘅花伊講一直種嘅花真正水去烏嘅花都嚟摘แล้ว伊講แล้ว伊講佢直接掉了這裡物件過後啊伊嘅花伊講我唔包冇看到你摘咩花伊講摘到啲我嘅 entrance 嘅外口嗰邊嘅你刮那邊啊伊講 the next 2 days 啊伊花哈死去嘅直頭，做了即 ritual 哈，伊花就死去啊！我冇幾個聽咧，所以這 story 哈是11年整啊，嗰10年9把都個，係咪嚟？我唔知伊講伊別記伊講看到真正奇怪花，伊捌看過，所以伊真正 curious，伊真係摘花嘛，伊就去揀頭烏嘅花嚟你咯嚟摘。安尼款咯。是哦。啊，是你安尼估啦，話你個仔就講伊 complete 一句嚟告訴上面，你唔使講伊話。因為伊騙人哋估啦，佢講伊都冇講起。伊咪講。花錢啊！講啦，夾條命。做咗花錢啊！係咪嚟？花錢啊是冇錢。唔是啦，我應該是伊個厝嘅，迄間 abandoned 嘅厝嘅人嘅花還是咩嘅唔知啦。แล้ว我自己都冇看到啦，我唔知啊。แล้ว特別你冇感覺到冇行啊？我冇感覺到冇行，可能我殺我。特別你冇自己捌看過幾啊？你自己？冇啦，有可能就唔是做嘅嘛。我唔捌看過啦，點知有時就是講起講，哎呦，人直直聽人講，แล้ว自己 experience 你古怪怪物件入邊，你冇看過，你唔知要安怎去驚伊啦，你明唔明？是講有時看到了。我人都唔知醫生嚟安怎嘛，所以我人袂講嘛，你嘛袂 comment 啊。這是其中一個啦。你講你當類啊，伊 remind 我嗰陣時還是你會叫我講我媽個將暑假去跳檔啊，你可能唔知嗰時還是。然後伊就知道是本是我袂記是蝦米事啦，伊本是叫伊係當類你知哦。然後我去學嚟看。呀，當類咯。然後見啦。你不要夾來啊！你不要夾你 camera 去，好玩看打表嘅意思。你再個 still 打表，你係估啊特別嚇。見到人夾佢蝦米數嘛？แล้ว伊人就講大人講話見到買插嘴嘅，你看啦。แล้ว我所謂是啊，伊人家己大人家基本聽
奇怪哦，哈咪屬俾當類別，你大利亞未使講是你白色嘅，就俾你古早係當類嘛，人就俾佢梅話，佢就有當類嘛。伊人是講，上家係你歸來咗，都係你當類啊，是上家人講咩啊？冇話是上 bright 呢就係哦，海隻類。bright 嚕啦，แล้วรู้ไหม嚟差亂話嚇。係海個比類。嚟แล้วแล้ว可以แล้ว做可以做得平安咯 because 是講你拿上面愛來啊，咱係當類就係平，แล้ว咱係แล้วเข้าอันนี้講咯，ไม่咱係做อันนี้講，意思是อันนี้講啊。嗱，你橋掉下一包，哦。我定住去橋房嘅，我想講，所以當嗰時過了真濟年啦，我想講我點解了佢，我唔記得嘛。然後馬路個幾日前我看到，誒，嗰一個房間後邊你個燈電燈啊，妹？你學你騰下佢啊？你看你個燈電燈？我不要跟你啦，冇啦，就。嚇，誒喂，你較中嘅啦，你較中。播住啲哎，你較中嘅你 frame。我基本未記啊。你較中，冇中啊，落歪一邊。我個俾人哋水嘅播嚟到啦。啲包未見10年啊。10年喎，富嘢嘅播啦。茅草哦，了解茅草你去到底吹？我冇吹，我係病人上啦，即看到當類。驚，幾厲害！即看到，誒，你看你翕到時候，誒，叫啊！你當類出來，我人看是蝦米類嚟？當類啦，喺度坑嘅類。啊？錢啦，人都錢哦。當錢。哎呦，即當今晚那鬼吹掉，安尼款嘅類。哦，แล้ว一包鹽佢有啲個咯。你知啊嘛？你也一當類。誒，你幾年當見我見咯？see through 也好。我買啦，幾年哦。誒，白卡出條，卡出條，我就攰攰時嚇，我就攰攰時嚇，你 camera 其實誒，好吧，我被 post。你咪就扎起啊，較貴嘅時候，你翕照小影啦，一包呢開起來，伊個炒伊鹽嘅，你看我看，你翕起來有時你夾好啊。OK。冇我跟你講，你當類吧，如果會使去迄個賣神料店都有個，賣香嘅神料店都有個，神料店都有個。伊人特別做出來嘛，because 你物件假啦，我是假啦。你想看啦？我其實調嘅時候，我 entrance 入來一包，แล้วก็นี่一包啊，3個房間每一包嘅咧，我就有每我就調掉啦，因為我家己本若是講有物件，伊會貪嘛，然後即係物件。當然每我都係。掉我掉半，每度掉啦，我每度掉啊！我這是啊！我俾每你伊人就我冇聽到，就叫你係做你三行。我係估嚇，你估有解釋好，你無是蝦米理？我冇每一行是蝦米理由？我冇每啊，因為伊做 media 嘅，我冇每啦。medium 啊，medium 我冇每。特別聽到有真正好聽嘅理由嘅喎。唔知我每未掉啦，你貴先去啊！哎呀，好嘅，你每年矛佢哋知啊，當然係每啊，你每年矛佢哋知。係咪屬鹽啊？鹽是啊，好能用鹽咩？唔知係咪屬啊？鹽呢有效啊？錯飲嚟啊，錯飲嚟。錯飲咧用錯飲。所以這是其中一個啦，多啲一邊嘅。啷知這唔是貴啦？啷知聖安哦 BM 嘅，你聖安啊？伊人荷魯一包嘅鹽嚇，伊鹽咩？裡面嗰一粒我是胡椒嚟嚇，係咩嚟？伊鹽咧，胡椒，要一粒我愛喎。Dracula 啦。แล้วเหรอ我講聽我聽到是伊人夾到你問下有相信 Dracula 嘛？我怕我係講你怕 black garlic 你行到佢哋白骨底而家好似嚇係啦伊個寬菜嘅蒜頭伊個白骨底唔識鹽我把它除掉咧，我把它除掉咧，安怎我特別愛用鹽啊，來之類。你講嗬，魔鬼代表腐敗都就有，你要多咯。啦，你講華語啦，我別好聽。腐敗，係咩叫人 translate 啫？落爛。
ไม่หลัน啊，那落落，还没落烂。落落，你迄个盐哦，because 迄个盐会 preserve in 暖嘛。哦，暖腐烂条就是讲。No, so preservative. 啊，了你盐呢个是白色嘅嘛，所以是升级嘅物件。哦，holy 石。哦 ，holy white color。啊，แล้ว that's why 人就夾一個嚟乾鬼。哦。แล้วตังลุยก็ไปช่วยเดียวกัน阿龍คุณเนี่ย我啦，啲叫咩嘅事啦？因為是我คุณเนี่ย我改變 then แล้วOK 哦，你係講下咩？當類嗬 ，because 嗬，你當類啊。你話會話到好個人揀 research。伊講下嗬，489冇 research 喎。千年嘅洗禮了有，嗬，咧有只 powerful。係咩物件？應該當依個。了解，冇了解啊！已經過千年嘅只古嘅嚇。伊有 power 啲啦邊。哦，特別咧，你去睇你店買嘅，唔會咩？我是安尼看你是哈咪古類嘛？是象徵性嘛？你明白哦？伊古類古嘅大力鏡嘛是本是用了。But that one is more than the maybe 幾千年嘛，你嘅大力鏡冇幾百年呢。伊人俾用แล้วหออีก講หอ ทาง ถงbecause อีก講ต่างลุยหออี本身น่ะ是ต่อ佢哋 five elements 嚟比是 metal 嘛所以หออี安裝就唔知吸收那個氣場啊哦一收伊 receive energy 哦一收一 energy OK 啦嚇嚟看伊嘅當女個有寫字咧出入平安哦是啊出接啦出出字因為當女是係咪計錢嘅？因為當女是係咪計錢嘅？5半借女也是借女，唔知。冇啦，呢是一個 shape 啦，我跟你講，呢是做一個 shape 嘅。哦，所以是一形，一是一形誒，有見啊。你當女是係咩嚇？阿拍嘴聽，意思啊，後面要出入平安咯，平安。冇，意思兜係咪鬼啊？唔知啊。道光通用啊，通時。伊特別。道光是你清朝嘅人嘅咩啊？清朝嘅藥王啊，道光地嘛。哦，我想道光。但係是道光嚟。咧，古戲啊，攞嚟做啊。哦。你咩大陸去吹安尼古嘅女？我唔知啦，我 parents 啦。我咧善良嘅有攤俾啦嘅，即係 antique shop 哦 ，replica 嚟啦嘅。replica 嚟嘛。牛巢 next。但係 replica 仲可以幾行嘛？唔使咧，佢拎下掉咧。做健身嘅，一定是做健身嘅意思呢嘛。啊。誒，咁水啲，你特別嚟，你冇講到幾個數？咁水啲。冇想到過。想得估個冇想到。冇法聽人講啊！阿涵呢？阿涵。愛見啊！阿涵呢？阿涵唔困嘢啊！別人幾個數字嚟拍領導。定陣咱大咪迄本來福建嘅WhatsApp group 嘅迄有一查某講伊嘅厝有幾伊要找嘅即個南西嘅，咱有蝦米講10點嘅chat room 嘅啊？我冇看到喎，住來住妹。我有一個查某妹嘅，你有人介紹到伊哦？然後如果伊講是多個 area 嘛咧，而且伊你會記講聽到有一個查某伊 from 迄個蘇光廟嘅，你記哦，伊來咧介紹伊嘅車阮咧。哦，哈，有100，對100。而且有去做嘅迄個啟動然後吧。但是你講even after 做了冇變。哦。
所以我咪要吹講哦，國家好了去當咯。哦，我拄好節日有啲嘛，所以我講叫節日去啦。哦，這點乜嚟曉？這點呢？伊個住嘅曉。你厝有這嘛？你都唔是講係你零頭冇啊？伊告訴會講了咩？零頭冇告訴咩？啊，有啊，我告訴咩？唔知啊，頭先唔是阿 John 妹啊？你是卡喙聽啊？卡喙聽。哦。你是สุการเล็งอะหมอเนี่ยล่ะแล้ว等陣我俾聽呢個這個拍領導咧，拍領導有。我聽到 office 啦，我 office ตัวผู้จง呢邊聽到啦。先接咗工嘅時候，是告訴了嘅 office，特別我未 start 時就聽啦。我唔知嘛。哦，你唔捌聽啊？人冇甲你講。啊，唔知。我冇人甲你講嘅咩？冇人甲我講咯，伊人ไม่亂盤嘛。แล้วมาโจกังโจกอากาชิดทำกุยเปย์เต็มอะไรควันแล้ว pantry cupboard หมุยเหรอถ้าแค่ดูคุยละคำเสีย因为我早起有去泡过啤的，所以有开คำ也多的，所以声字真正即食声咯，你即食你都聽關係啊，你聲。即食嘅聲所以安怎有人開cupboard 啦冚嘅，都無人嗰隻 office，干那我一人呢。first floor 啦 first floor， แล้วมา去驗咯，แล้วก็無蝦米啊，แล้ว我行去伊個財經去看伊門有開有，但是我是驚講是 wind draft 啦，伊 window 無冚咗咧，風吹咗咧，十分會disturb 到伊多嘅嘛，แล้ว看到無啊，แล้วมา卡電話我HR manager。出去人叫咩好啊？哦，下條話就等陣 WhatsApp 啦，叫我。時敗呢條，我下條話就唔嘢。你唔使講叫咪叫好啊，下條話就嗱你 sorry 講就去領導。แล้วมา卡電話伊咯，因為 in the office 干那我個伊呢就，所以講你我成日聽條聲咧。你講別緊，你橋你別行，有種你別行，啊無做了個咧，你起來continue 嚟講咯。樓頂有叫你去無上樓呀？我是大 first floor，HR manager office 大 second floor，哦，大間本係公司，安做聲嘅，係咪？大間本係公司，冇啦，係 just office block 嘅款 ground floor first floor second floor 嘅款。你就叫你去樓頂嚇，所以叫我你今來 you pack your stuff and you come to work 啦，所以咪去咯。แล้วอีกก็เลยกับว่า講故事，伊講對，你這間 office 咧有別件，但係冇กับว่า講 the whole story 咯，但係 different staff has got different experience。哦，แล้ว你冇去問啊？แล้ว你冇去問㗎？呢個故事。唔係佢制本啊，แล้ว佢知道咧。你個間佢做緊咧，頭冇到樓下做緊啊。要出啦！你今日一獨棟咧嘛？大聲本有，成個人開得冚嘅那款聲，馬來西亞出。你度上，你係一刀咧，還是上無骨無字？你講嗱，你會買食些聲？嚇呀！對啊，都比較緊number。Yeah，等我 test maybe 我係 my input 對 ，OK 我調，sorry， 浪嘅你浪嗰邊調我調 ，OK， 你 continue 講你 story， 你接可以講你 story 嚇。แล้วจิตเอา是樓卡咯，對對，食些聲你拍你咪冇聲。OK。哦，我查唔到 setting。等陣，哇，唔對。OK， 當然啦，聽到我聲有啊嚇，當然個當然。聲平啊。哦，就估啊呢，就估啊頂。
古咯。係啦，從 from 頭升噶馬路啊嘛。OK 嚇，你 sorry，唔係叫我 YouTube 有的 OK 啊。Then แล้ว store 邊本有樓下是 store 嚟，伊人是條會啦，所以是 store 嚟。冇像 office 咯，so office ground floor, first floor, second floor 嘛。So all the stocks that comes in 啊，伊匯入來是 ground floor 咯。OK。So 伊 storekeeper 有帶伊有，直接就是帶伊查某囝來，個兩三歲了啦。所以會曉講話咪咯，行來行去咯。So 咁แล้ว有一日就是哦，我是住樓頂就我無落去，แล้ว伊要冚伊個 store 嘅門哦，伊要寄 document 起來，แล้ว伊嘛冚咯，伊冚啦，伊叫伊個查某來，咱去先啦，我要冚門，แล้ว伊講tunggu啊，แล้ว做咩事愛tunggu嘛門伊會驚咯，還哪呀？還哪來？那tunggu siapa？Iya jawab empat wae. Iko Uncle Andrew dekat storeroom lah. Lah ima katen hawa. Uncle Andrew. Yo. Uncle Andrew. Kanina hamsia tiểu trẻ kia tiểu quá. Cái rồi. แล้ว after that อี katen hawa อี mula you dekat store I said tak. You tadi ada turun store tak? So伊查某囝哟，是看到伊個物件，像個我的 figure 那款。那已經 office，有真濟故事啦，真正濟。好啊，就是去梅人嘅咧故事誒講。Tapi 奇怪咯，伊人玩啊，真正濟 experience，真正濟。叫玩啊真濟，伊人知真濟。安去做呀，安怎去avoid你啊？哦呀，所以樣，我聽到本記哩呀，成個你講起，我想到成個係你吉隆坡布特瑪有冇？係你布特瑪有冇講係踹出來啊？老頂。新加坡啦。新加坡嚇。我想到了。對，記哩是一個變類型嘅。哦，對哦，嚇對，一對旅行對，一隻其實特別我聽到人佢哋咩啊，你宿舍面去大宿舍位，人看到成講，誒，唔識到點樣在經位聽到一聲啊，什麼其實是不到邊。一對旅行。對啦，暫時我 student 嘛，成日看到一對旅行嘅。對。你冇教我講句啊！你冇教我講句啊！是有啦，你就知啊，但就是講句啊啦。我唔知講你是教我到底頂的零啊，頂的落井嚟講。冇啦，應該是一邊講啊。安怎你大聲嘅聲是到度嘢？唔知喎。你我冇聽過。我跟你講，嚇，就是咯，最不聽過。係你混頂嘅啊，係你混頂嘅。講伊本是對，伊唔是對了我嘅行，伊是聽到我嘅聲，我個 another teacher 嘅聲，แล้ว聽到了後咧，伊人去開門啊，就看，就無人啊，你看到就แล้ว就是佢哋就冇見那個咧敲咯，嗰陣時安尼看嘅咯。嚇掉啊！我係 analyze 你咪叫啊。其實我感覺你話即是當我嘅腦位啊，我愛看呢方面啊，伊 reflect 出來互我看面啊。這是我經過到吉隆坡做工時聽過即番仔報告講，伊講伊宿舍位有一個查某，講有面一個查某，講這查某伊變，講講阿伯主，伊講鬼啦。然後所以伊是做，伊是伊變我朋友嘅款，然後伊行去走卡位，然後行出來，然後三百一聲唔被響喎。哦，所以伊就是你識嘅物件啦，你識嘅物件，你對變咗看到伊人去，你識看到。像我聽過講過，我看過你拿到講搭下車啊。得路呀嚇，你講。嗱，特別是我，你看特別是。
我冇聽過，佢哋就講講咧。有啦，迄時我甲我朋友搭卡車嘛，了往伊阿支路嘛，到公角位嘛，了到你草埔位啦，了我去對哦，了嘛吹到看下死哦，了尾來是看一個人搭卡車，我哇，下嚟是伊啊，好勢啊，嘛立起哦，了為什麼會青嘛？唔係卡車，我感覺到啦，伊卡車是青啦，我是大家㗎，了其他尾個加伊尾啊你落都在講。人都知嘛，厝阿妹位，你拿到講位嘅。但是甲我未記得之前嘅名啊。即甲我別係講啦，巴魯，我使講。講啦，係咪嘟你？我別阿莫知位巴魯。講定啲條燒響曬狗，直接唔使。我啲會啦，講個名。講個你只阿莫知啊，等我上海知啊。巴魯個新開年啦。哦，新開我唔知。本少餅位嘅。哦，本少黑餅。有嘛，我打這邊有個老狼位嘛，要拿到講，冇人嘅喎，冇下面冇喎，我俾叫人拍，有時人比處啦，問題是冇嘛，就冇人，就人跟看有聽，啊你電視嘅時候嘛。哦。有拿到講，我講死啦，我就背掉啊，佢哋背掉點嘅。車食嘅啦，特別是，淨係玩就當然食，又俾車食。有俾想啊！你話你講過嘅，你揾車食只惡啊！呢邊車唔係硬惡咩？車邊呢只惡嘅，就被惡嘅嘛。後邊叫你講句，我哋都冇啊！佢拉誒係幾個數碼講句嘛，講你咪得。講冇想食嘅嚇，車食是你惡嘅啦。唔使啦，但我講嚟你整嗰個慳嘟嘅會，我哋會試，而且要我哋十個份啦。你講句啦，我哋只股有人冇面聽到一線嘅人冇面聽到。我講有啲要我講我哋反我查波嘛，你冇見啦，你冇見啦。都因為我哋講話嘅話。sorry，呢個 boss 啫，有啲人嚟，嗰人嘅 boss 嚟聲就係講，我唔知是最聲，一直影響到伊講嘅話就直 cut out 呀。讓阿邊除了零頭毛嚇，讓嗰人 mute 你先，唔是 boss，sorry，mute 你先。這是裝嘅聲。哦，毛菇，等我 mute 你。唔是話啦。我 mute 佢。毛菇都 mute 佢，毛菇 mute 佢。哦 ，OK，等陣，你 mute 啊，你 mute。我 mute OK。唔是。我冇白啊，冇白啊。有啊，但我較靜啊。冇菇啊。但我 mute 冇白。較靜樣。啊，冇白。好 ，OK， 可以了，來講就嚟講。困起啊，我甲伊困起啊啦。特別阿俊，你後尾有是有 background music 嘛是啊？有。啊，就聽見我直接聽到有音樂聲呀啦。有咩？有 background music 咩？聽到。有聽到，我哋聽到只細聲。哎呀，阿 John，平常比較多聲，見咩嘅聲？講我都冇幫佢呢個。你阿 John 好人嚟，阿 John 講都冇成關。好人嚟嘅。你而家嚟，我而家就嚟咗。了嚇，你等陣可以講下面嘅，你講你係handut，你使頭講起個handut。啊，這個是我定，OK，定估嗰陣時做件啊，件是用輕啊啲 scooter 啊，用卡帶啊，一個卡帶啊。咁我慢啲我都有嗰陣時我都喺 camera 位嘛，有幾度冇一個即係就拍面啊，就唔知要做咩啊，有搭起船哦，搭起handut位哦，咁會。係死哦！了佢後舊個合併半山時，我未接得到嘛，有後將白講佢講幫我佢後望對得到了，冇啊，就發路人面嗰啲啦。有啊，仲少我聽人拍球嘅聲，拍面嗰啲聲，你聲吱吱喳喳。阿妹咧，阿妹是播還是？播啦，6點，6點我6點。
OK OK，人去水，伊人去水伊个灯拍白面灯。係你會啦，你就แล้วมาจิโก้ก็ใกล้แชมป์มาจิก้ามาแล้วมาพูดกี่我就講阿伯我對佢咯，我對我แค่買出啦กินยามาแล้วตัด對佢มา咧在มา咧看內個大寶嘛แล้วกู個大寶攞兵啊แล้ว下陣時唔知下陣時俾佢執智慧แล้วรู้อัน都是做即得一個看到啊你看到你講啦會啦我等你講啦講你望係咪啊我唔是往回，伊多車位車。哦，車要落你硬鋼筋位啊。車波位俾我你，呀，硬鋼筋呀。OK。嗰邊咯，是也是。你馬路保住先去這條路出來啊嘛，定估都冇條路嘅，冇馬路嘅路嘅。定估你路是車落去嘅嘛。是。我係講咩位咯？就上我等嘅下這裡489。上我。你再講到嚟啊？知啦，所以對車波位嘢嘛，然後我講嗰個那個，特別我係 recognize 講伊有穿沙龍咯，然後我會記講幾無卡，安尼佢穿破 A 咧。OK，所以你看到時，你無在講，你無去想講是幾本啊？無啦，咁又想一是人啊，看下人啊，講看下人嘅話是啦，日路去啊，點個了。你是大漢啦，大人嚟啦，內人咯，大，特別邊真正幫咧，我記講伊邊真正幫。講個時候，我冇聽白嘢嘅幫啊。哦，你可能伊面部幫呢？特別生你再講伊是穿沙龍青色，又冇換。哦，你那個畫圖你冇畫起來啊？我未記了，即我幾歲人十幾歲，話到個幾歲啊？所以你會記到伊青位呢沙龍。青位出咯，成份奶吧。伊人看起來是明，特別伊面黃，還是加了黃門？面黃啊，頭毛你知你伊冇爆頭嘅，你知講伊冇爆頭。OK。了，你是當今是 scooter 落山㗎，還是 scooter 起了山？scooter 落山嘛。落山。我對嘅北京嘅路啊嘛。哦，所以落去你暗下邊位啦。啦，冇，before 暗嗰條路嘅。哦。嗰條路。哦，我冇咩記啊，你記住我冇咩記。所以我嘛，佢又我睇到啲 A 線嘛，我講哎呦，阿伯我就要等我看下咯，嘛冰頭嘅咯，有個冰嗰堆嚟，冇嘢，內冷碰幾年啊。哦。我講哎呀。我就冇聲，我冇想啲咩，我冇想啲咩，然後我就我響一個想一個感覺講，阿伯我處落去加歡喜咁背。哦，使叫你，咁樣你去創落去啊？冇嘢喎，把你感覺咗，阿伯我落去看個緊啊，加個緊啊，有你望嘢，你幾人就望嘅咯。哦。條比喻啊，有時條比喻啊。哦。然後是揾下人一大手到邊位了啊，叫我請阿伯請啊。我出我邊個，然後 ambulance 嚟咯。你出個落個喺度嚟，落個一啲。出個落啲阿妹有得。哦，哇！就落個去一啲，所以等於是你。我發出嘅聲嗰個阿啲氣啊。哦，是你會聽到個。冇啦，唔係意思啊。你我睇你講解釋，講到依樣呢，แล้ว你係時候，你係一準備阿未衝落去時，你是有聽到講一個聲，成個你腦就叫你衝落去啊，好呐。冇你成個你歡喜啊，你冇聲啊，你感覺真歡喜啊，你感覺就成個我嘅真歡喜啊，咁我俾落去啊。哦，所以做你成個。一種好多時候對面其實就話啊，我要衝落去，好多直接 excited 直接要衝落去呢，對啊。你唔知你 excited 咯，你而家贏啊，就是我你講嘅，我驚你。哦。所以我腦去想，哎呀，贏啊！一種最好做你就 reckless 嘅對啊嚇。個人嘅聲，嗰隻傻啊，嗰隻傻聲唔使做。唔是話佢是 auto gain，佢 auto gain 冇人講話事佢。哦，冇講話事。未必是冇句啊。唔是話啦。
如果再 mute 一人看，來我 mute 我家己。我看到那聲誒，來我有愛講，OK 聽咪。OK 嚟，แล้ว等下講了成模一條，零頭模一條講了未？then 論下創落去了嘅時，你咪是車起來是已經是人還那個了，啲叫到車啦，แล้ว叫 ambulance 嚟啦，แล้ว你講到流血有條天椒咪有？我冇流血過一次啊，我而家會出嚟啊。哦，而家會流血，哦，成日唔制啦，小兒咯。別怪一件接病咧係啊，冇病啊。可能是伊個刷卡唔是有還那金崩咧？嚇，叫我靠，可能有邊有一個不做嘛表嘛。是啊，有可能是伊個金崩嘅人倒落喎。是啊，我是有個就去每行業講多，但係都講唔嘛。我幾實啦，唔得啊。哦。But first hand experience 我講我哋講，你看你冇驚，但係不見時你該驚啦。哦，特別係啦，特別你看到隻吉利，有可能就驚啦。成日你看到時候，亦係講英國僵屍而家叫，有行業英國僵屍，錯嚟啊！冇啦，我想講嘅有個你可能碰幾時咁，哎呦，你腦會想這屬於碰幾嘅，你講哦，對啊，應該是有想嘅。看過死去了嘅人，因為故事是聽過濟，我冇聽過，我自己聽過故事啦，人看過死去嘅故事，我是聽過那裡。係你是唔是講你看到時嘛冇驚咯？你看到時成個人嘅呢？แล้ว可能是你個發覺就講哦，原來是死去了嘅，係你就嚇死個驚到。我記得三年就是我個 apartment 呢，一間老雜某樓頂嘅，樣嘅樓頂嘅，แล้ว小弟就是我 church 入邊嘅一間老雜某，แล้ว個一句，睇哪裡我會記，毛毛菇你會講咩毛毛菇？哦，冇啦，紅險小區嘛，佢家做工都香港嘅事。因為我特擺有當時會有一個月 at least 有一兩單接到講伊人愛寄伊人嘅 body 咪去家己 home country 嘅事，แล้ว伊人嘅檢查 normally 伊人愛拍到迄個 cargo 嘅 warehouse 嘛。OK， แล้วว่าลังสิ唔是ว่าสู啦สิว่าลังโจเก็บโหลังไป flight delay สู啦แล้วว่าลัง講อันจอ講攏無 deal 啦，攏無去 deal with 這伊個生意。唔是ว่า數嘅，唔是ว่า嘅數，係是 cargo loader 嘅數嚟。แล้ว伊 supposedly 伊個 coffin ไอ้迄個時間到，就是迄個時間到嘅。แล้ว因為伊 before I keep 會記伊個 coffin 就叫I 放到伊個 cargo warehouse for overnight 嘅，or next morning 嘅 flight 啊。แล้วยัง是 supposedly แต่say 講是8點，but that day 已經 delay 我哋唔正啊，按咗伊個 coffin 個未寄回來給我人，落入去 cargo 位，แล้ว我人就嘅保咯，慢慢過去看到底係咪數咯。因為伊是之前好似咩事，伊喺度講伊個 coffin 喺迄個 warehouse 放到迄個 freezer， 伊旁邊真冷嘅嘛，special 一個旁邊特別收一個 storage for 一個下冷房安尼款嘅。伊人講伊個 coffin 是terbalik去。因是講terbalik後啦，伊是本地是頭是向 left 嘅。แล้ว唔知係咪數 because 我人係伊人 load 嘅時就是 load อันใน款嘅就是อันใน款嘅 pattern 嘅比較較容易出來嘛แล้ว唔知好似咩事伊嘅 coffin 是到把你走去啦就是 left to right to left แล้ว表見 normally 一個 coffin 是我人 estimate 是100 kg 嘅 on the pallet OK แล้ว好似7點幾嘅時伊人愛 load normally 伊人是用錢迄個500 kilo 嘅 forklift 來 fork 起來呢。แล้ว好似伊人 forklift 來 fork 伊個 pallet 起來是
fork 未起，哇伊個 forklift 都頭橋，哇開檔了。哦 Yes，แล้ว因為伊樣夾接來是 under 100 kilo 嘅接嘅，แล้วOK 咯，未夾咯，未落咯，แล้ว伊人冇叫嘅另外一隻 forklift for 1 ton 嘅 forklift 嚟 fork 咯，然後就講隻 forklift 冇夠 power 嘛，แล้วก็叫嘅另外一隻嚟 fork 1 ton 嘅1 ton 多嘢，1 ton 嘅，แล้ว伊。你就慘咩？大班人嗌自己講嘅事都係講潮嚟㗎。你自己講雲吞咧？我部 one ton，OK，100 kg，100 kg 嘅 forklift，OK，嗱，伊嚟 40，然後嚟 40，是出事。OK，伊 fork 伊嘅事，伊 fork 嘅嘅事，伊 engine breakdown。哦。Oh my god！冇 ，sorry，你講雲吞，你講 fuck 伊啊，係 fuck 伊啊，我未單好笑。一刮茶，冇講，一刮茶燒了是冇，燒起來了是冇。燒了嘅，所以你未開起來看。未開嘅。Because 我每次按照翻知冇，你有人啊，頭邊物件內邊 coffin 嘅喎，你若是有物件成個 evidence 啊，還是係咪你買馬達，你買政府財產，你頭邊那邊刮茶，我聽到人做，你看你講佢啊，伊人等人死了時候，斜內邊哈，你 bright 嘢，undertaker，有你頭邊你物件內邊呢刮茶，冇幫人俾吹嘛，所以伊接拖了時，你都歡喜了，你係 evidence 頭邊了，冇幫人俾吹了。哦，是要頭邊起來呢 ？OK。哈，沒關係，伊較價個500，I mean，kg。係是 secure 冇係是 security 嘅 reason 啦，伊人有 X-ray 過，然後加接即係OK，叫 X-ray 過嚇，so 這是 security custom，伊人叫 I 過，伊人去平時啦，甲放置去即係 cold storage 裏邊嘅，แล้ว OK 啦，講到對1,000 ton 嘅，不是1,000 ton 嘅 forklift 1 ton， forklift 嘢forklift engine breakdown。วันตัน แล้ว that's why delay โอเค未起แล้วเกี่ยวไปว่าลัง想冇辦法咧你 cargo loader 冇辦法佢會幾個 I 起了แล้ว because 伊嘅 parents 伊嘅 family member 改被誒借上自家飛機แล้วว่าลังต้อง I 叫伊 from the passenger 位แล้วอย่า special 嘅車載去到 cargo warehouse去甲迄邊去甲伊講，叫伊講咱關厝了，當今買到這邊了。That is the first time，叫一個 normal 嘅 passenger 坐車入去一個房間位去甲伊講，了講了嗬，伊人會用到對迄個500 kg 嘅 forklift fork 伊馬上起來，了伊個 coffin 嗬，按照會等。多頭頂去啊，正少去多少啊，這是無人會知，係嗰啲是係咪事？這就是發生過，安尼反正反到一個cargo位，所以伊個 coffin 我人落入去了 ，after that 伊 family 來要求講好好在伊轉去迄個cargo飛機嘅頭面時，解了就是啊順利咯，然後是講接落來交 landed。我有講過啊，landed 到一個destination 嘅時，伊 coffin 破去。你記哦，我甲你講，這是伊上班時嚟，甲伊下班時。你下班時是安怎啊？下班就是破去咯。下班時伊出破去，伊 coffin 破去，然後伊人 blame on 你。係咪啦？伊屍體阮破咗啊！伊攞出來 ，because 伊卡子其實我都講就是卡誒，伊卡壓掉，你知唔知蘇南米過嘅係咩？唔是，迄個是另外一個 story，到 cargo 好快嘅，冇想，這是 coffin 嘅 case，伊個 coffin 破去啲。
nose 嘅卡啦，first compartment 啊，話啦，有 because 伊人 blame on blame on cockpit heavy landing 啊，嗰時係咪數啊，แล้วที่อัน咗แล้วยังสิ blame 來 blame 去啦，即條數所應該是感覺就講伊即個伊那邊嘅數係冇咁話愛對面係即個伊人個物件愛做啲嘅 country 個咯。後面裝嘅掛茶是唐人嘅裝嘅掛茶，還是 Western 嘅裝嘅掛茶 ？Western 嘅 Western。哦，所以是格嘅，看是格參加。那個一個壓名，長嘅壓名啦。對。because 唐人嘅掛茶看了較刺激，跟真正大嘅哦。係呢隻長嘅。袂使。你人看過哦，你人看過哦。老掛茶。20 kg 咧嘛。老掛茶。哦。我係左海，係老掛茶。哦，成個轉啊！你看呢啊？然後我跳起來嘅，哇！看得貴正。我金寶，我甲你講，我就是看過，我有看過啊！吼，แล้วว่า nightmare for 真正久啊！我細漢時我真正驚嘅喎。Hello，頂擺我伊聖誕公司有邊Beach Street 嗰邊有一個掛茶店啊！我真正驚嘅哦！我逐擺行到邊時，我跪落啊！我咪。行過嗰邊嘅，我真正驚，我細漢嘅時。奇怪嚇，做咩說人會對掛茶會驚呢嚇？做咩說人會驚掛茶呢？無，唔是，迄個中國型嘅，迄個唐人型嘅掛茶。嚇，做咩說看？做咩說人會驚呢？平時嘅就 OK，無，I mean 講 Western 嘅 OK 喎。是簡單先較一個壓名，特別唐人嘅我看到伊型唔知係咪數啊？我看到先較香哦，香。未必啦，我看了我會驚啊！伊色啊，伊色。唔是伊色，伊咪是茶嘅色嗎？冇啊，伊嘅形，天是伊嘅形，天是伊嘅形，那是伊個翹呢？那是講嗬，from mainland China 對嚟嘅啦，冇幫茶嘅。樣是幫下面啊，因為那是正幫鐵嘅。哦，TR，卡路 cover 行起來嘅了嘅，แล้วอีกก็อุทัน screw 起來，成個一個 cargo 啊，你看嘅。OK，那個 secure 嘛呢？tapi 嗰個吉利啦，嗰個吉利要睇下係看啲面了。冇睇面咧，伊是 wrap 伊起來。และอีกสิ่งกูที่หลายสังมามีอันในควันและอีตัวปังอีตัวจิเลเป็นสปอกซาบินเนาะแล้วอีหลังโบปังโฮอาจจะต้องปังตัวในฟรีเซอร์ลาบินเนี่ยโซอีหลังใจ是真正臭味嘅啦。因為我人接有陣時，伊人卡個路得接伊人嘅coffin 對嚟嘅時候，是伊人都愛穿 mask 嘅了，真正臭味嘅。因為啲背機頭頂背啊，depressurize 個 pressure 就係 pressurize，如果即係 depressurize，伊 break the seal 嚟，伊 seal 嚟爆炸嘅。แล้ว因為伊個啲加高那邊啊，嗰個炸辣嘅。加高沒有是零咩？冇，伊加高係好冇 pressurize John，所以佢伊背嘅時，伊 pressure 就 high。冇 opposite。air pressure 冇 air pressure， 所以那是內邊伊個刮擦呢有風啊，定就是有風啊 ，because 伊冚嘅是啲 ground level 嘛，所以定就有風，伊冇 vacuum 起來，所以你去關去冇風嘅位啊，伊 expand， 伊爆炸喎，伊 burst 風那邊咯，會 break the seal 嚟 ，break the seal 啦，伊鼻啊，伊那邊嘅白那邊爛了啊。伊味就出來了，伊味就出來，因為味着了。伊 burst 那個嘅咩個？伊 burst 白酒聲。soft tissues 個了，了伊嘅卡吹坑個了，伊嘅味夾內邊個了，水個了流出啊。刺孔啦，刺嚟坑個了出。白蕉啊，脆啊，咁樣脆啊！我同你講，我father啊，嗬，
伊是到大人死嘅嘛，然後伊上對嚟嘅時候無刮茶無蝦米嘢都在哦。แล้ว伊是干那下到佢哋 van 那邊那款嘢誒。poor thing。嚇，都在 van 一行對嚟那時候，伊人特別行佢哋because 天時熱嘛，一般是即個都在伊會流血啊，伊水個咧會流嘅。because 伊熱係數嘛，แล้ว伊就 start 伊內邊嘅即個伊個咧伊特別行佢哋物件布啊，什麼啊，塌伊鼻孔咯。棉花，唔是棉花，一吹一皮。冇啊，人講掉到只那把咩bằng candle 啊 ，wax 啊 ，candle 啊是咩喎？用 wax。佢哋咪是嗰個慘，你那是塌伊起來，伊未流出呢，伊個腿現爆炸。不嚇，伊個腿現裂去。嘅係你抓，嘅係你布啊，白布啊，學嘅塌咧嗬，咧依個係數伊，誒，我唔會啊，數伊嘅錐，數伊錐嘅，我唔會，我就嚇，你講啦，成冇會話的，then 你對個冇咯，就是講伊屍體嗬，成日講咱見嘅啊，嗬，成日大人啊，本用差唔多半日嘅點聲，你講 from 早起在家對嚟。半阿個11點阿暝咯就，然後伊屍體完全無包無咩，佢哋 maybe 是卡 ，because 佢暫時是2000年嘅事嘛，2000年，唔，2000年嘅事啊，所以 maybe 個無安尼好嘅 service 啦，佢哋安尼款嘅然後在對嚟那時就成日講無包無蝦米嘢咯，安尼款成日一個面。I want 掂到 van 裏邊嘅你款嘢that time 那時，所以咧，就爸爸我人做飛機 midnight 嘅時候，when 呢隻飛機我人再講伊載過嗰啲物件哦，伊嘅 cargo zone 1哦，我人無物件去嘅，因為真係陰陰濕濕，真嘅啊！你講下未 cargo，老實講。係你 certain area 是特別是係刮茶咪咪嘅，特別是係刮茶啊。แล้ว成日 as 如安尼款啦，可是伊人成日講 one month 裏邊啦，有幾哪里安尼款嘅 case，還是姑姑咪攞個一刀呢？喲，我想 must be 真係借咯，真係借。哦，是你想啊，人其實佢咪死嘅，但係熱人咪是有人死嘅，tapi kia coffin 甲kia 迄個骨灰是無相價錢啊。骨灰甲殯儀講嚇骨灰甲殯儀，是講你寄貴嘅 cargo 嘅吼 ，just 真係貴嘅，所以 consider 伊是有類人嚟。哦，啊個就自類，特別就自類，呀。有人看，你就看繪本啊，咪就講，特別我本回兩講，若是你是會教呢，會教人伊按都無刮差嘛。所以用 transport 嘅事，伊每是 transport 每是用你 TR 咯，我㗎。冇啦，還那馬路本是有簡單做一個茶，還那較坎坷，還那成個會教嘅人，成個猶太嘅人，伊你現時啊，伊個天開伊個按照講日頭無落嘅時候，你就被日破了。你袂使放嘅，你袂使留，伊是無上較人有按照講 wake 嘅，同埋我你袂講嘅喎，你若是講一般名呢？一人有半名呢，所以你就要上日，所以上個三個半名啊，就點正啊，係你上日啊，你就要就日頭了。所以就是講伊下晡5-6點嘅時就解咗咯，還是啊，就係真正解咗咯，你就要做。你猶太人有點聲，唔知是你死過，唔知是2點，還是4點啊？你就是明仔啊喂。哦 ，OK，我邊你14點呀，24點正嘛，第一是24點正咯。呀，未使24點正，上個伊頭啊，你就要帶 ，unless 你死過，唔知一個點聲了，伊就是明仔。伊人快就被接破了。explanation 嘅啦。我本會。若是講你是啊，若是你是會教，若是你是猶太教嘅人，還是猶太人，你會使燒，會使燒。會使伊人無燒嘅，無燒成句嘅。because 伊人上時咧，頂擺人 Catholic 嘛是上，人上講啊，人會來按照講啊，end of the world 係 end of the world 係你會過成句就被
特别好事 because 你被挖起来呢，你特别挖起来，然後你使用城市，你看啦，我話你，哎呦，我買你看做咩啊？我試死你聽人去燒我嘅身軀啊，燒嘅骨頭嘅了係咪啊？了係我哋入面花本了在這裡雲照整啊，把這個是一個新嘅 concept 啊，香港有本啊，這個伊人啊，像啊一個花卉啊，你看咧，嗬，咧是專門嘅嚟斬骨枯，咧整美國軟骨就做你看呀，but then I mean 講 Asian 啦 ，Asian 隻少人會接受啊，你看啲物件嘛，香港嘅人在這裡整，所以你嘅物件，咁樣越起越長。都變咗就嚟整起來，變咗見招子。哎呦，黑餅啊，喺你知唔知有借哦？舊時係你花卉嘅咧，花枝嘅咧。冇一啲花有啲頭嘅花啊，一條類恢復啊，一個左邊的臉，好似做紀念。我把花本五本哦，特別係你本嘅啊做 artificial 嘅 diamond，因為佢更貴。你咪貴。唔知是幾十千就美國嘅類，你一講了你破一個類，你有驚字有可能人肯做啦，嗱我無驚字，我死去啊無人知啊，直頭卡起都冇要緊啦，其實是講我是想講有當時人死嘅時貴咧物件，做事要互你身邊曬養你嘅人。聽你嘅人看呢，你要做啥物？愛係骨灰啊，還是骨頭？愛係你觀察咩？本是你出來人做呢。所以對我嚟講嚇，我辦記你，那是愛係觀察，都係做愛對，要做愛較辦記嘅 Costco 呗。了是咁樣咩笑去哦，了你問可能係咪本來我都冇驚字，深片你看到嘢，真係都係深到啲你啦，深落曬嘢是得。係，啲啊嗬，咱講到邊啦，成日講我都講蘑菇啊，是咯，成日講蘑菇啊，冇成日講下阿 John 講嘅嘛。成日講，若是講有伊斯蘭嘅啊，嘢嚟講啊，本特別人本是有行到對來啦，對。啊，行到對來，無有一個我聽過聽人講嘅啦，你特別本是做一行嘅啦，特別伊是到頭頂嘅 staff 做工嘅 check in staff 嘅啦，然後你在伊有就是有一個 passenger， 伊是也骨灰嘅，你知喎，然後你在又好笑，伊去 custom。clear 出去嘅時啊 ，exit from that country， 咯，即係佢冇破掉一個骨灰甕咯，對，伊甕嘅嘢咯，對，然後伊冇夾 custom 會咯，菜脯甕啦 ，OK， 咱講菜脯，你夾佢 custom 會嘅啫，你即係伊好笑，伊也大擺咱情定去燒嘅 passport 啊，Oh my god， 伊位 friend， 伊個嘢去做。哎呀，佢可以作喎咪！哎呀，伊咪作，你就係講我未使是算作之類物件 ，because 伊人係 job， 伊人係 stamp，咁了有家己嘅 official 咧啊 ，official 咧嚇，對，未使是算 job。了伊個 passenger 講未使你對愛 job， 因為伊咪對。若是講你買 job， 所以你就愛 job 咧，伊叫伊是 superior 來，你知哦？嚇，你 superior 夾一個紅光嘅 job 嚟。superior 家己 job， 家己 job， 你愛笑嘅可以 job 咯。伊講OK，then 你會使安心對啦。你 passenger parents 講OK，thank you very much， 咱白白對啦。成日講伊感覺到有人徛喺頂單條伊 stamp 喺 passport， 你知喎？哇！伊講伊錢掛撈啊！所以有 job 啦 in the end。要 job for the respect 啦，要 job 啦，但係對，我 friend 伊唔加 job， 啦，你做頭嘅，做頭嚟。你係quite illegal 就係冇，你係 stamp 都係夾去 forge 去啊。其實嚇，其實啲嘢係應該燒掉，這是啲紅光經未 job 咯，你係一時做每時啲私人嘅 passport job 嘅，你話未曉做嚇，未曉做這裡。T 嘅 visa， 下我幫你接 T 10年，
係啦，有一隻好笑嘅，隻密質咧，一個有啲人哦，就是講，伊人過迄個 security scan 嘅時，แล้ว伊人只18嘅啊，啲 security，因為sometimes 迄個撥會有陣時加無燒無了，แล้วก็是有迄個 stop 啲那邊，嗰是嘅啲那邊嘅，反買人無橋，只㗎了是款，有啲大機器，有無搞到嘴嚇。แล้วซีเลยบอกอาการ security ปุ่นหายังจะเกี่ยมยังการบอกได้โจโหยังไงกันและยัง scan 过来讲อี每一个 passenger 讲这是喺邊嚟如果會使開出來看มันน่าคุยอีหลัง用 wax อีหลัง用直街係咪สี嚟見係含見啦อี講咧อี講別使講我驚講你內面是 weapon อี講看到自己嘅物件伊 X-ray 咪啦，伊都係看到嘛。冇看冇清楚，因為伊上個時點只看到嗬，伊那邊有 screw 係咪物件？伊那邊。有可能有 implant 啊，有 artificial 嚇，有 artificial。骨啊，上面啊，然後佢一燒嘅時間咧，㗎了嘛，所以伊人撥嘅時參加了白落去，嚟講。有，我係啲貴孫嘅時，伊人燒起來，伊人無嘅，伊嘅啊，伊嘅，我就講啊，伊嘅有鐵喺入邊啊，伊嘅plate 啊，伊嘅 plate，伊人留啲入邊，伊都係看到嘅啊。嚟講。แล้วอีดีไอ้อันจ้าอุคุย哦，別使開啊แล้วอี security อันจ้า哦，小妹咯，嗰隻叫伊 superior 嚟咯，แล้ว superior ก็會使講哦 ，OK， 會使過，แล้ว伊度拖伊即個細下你去迄邊咩咯，咩攞句啊，你看到講你不要看佢哋 shape 都是你物件嚟，你講會使 suspect， พูด來。是咯，講起人家啦，你若是開這裡，我這裡私人嘅鬼來除咯。可惜啊，這頭路啊，照伊啊，個有理是嗱，但係都講嘅咯，個種 pressure 個 depressurize，你講 invex 起來了嘛，讓入去佢 passenger seat 位，所以伊人冇放啲，伊人係燙，一 pop 出來，有 happen 過本，แล้ว cabin crew 有隻壓你知有，แล้ว你知冇？ขุดหัวว่า唔是講嘢ขุด啊，會到嘢ขุด冇甩啊，特別伊個หัว真正油嘅啊，像個หุ่น呢，出來是像個煙嘅呢，像個煙。แล้วก็แล้วบีเดียวอันจ้า有 baby powder 嘅บี啦。你是 baby powder 嘅味咩？姑父。要參加 baby powder 嘅。你是個骨灰。唔是灰啊，變灰啊。冇咱啲飛機內邊吼，伊 air 是無像噶，咱外口嘅 air。你只見到無感覺到有一種嘅味素嘅咩？pop 出來是伊 reaction 嘅是成個 baby powder 嘅味，伊就 passenger 就一定講了啦 ，Oh my God pop 出來了咧 ，cabin crew 就係咩blanket嚟爆。誒，你安怎？那是講咱要 travel 咧，咱要 travel 咱袂使嘅咧咩？還是特別 special 嘅 case 啲？會使呀 ，because 你未 predict 嘅嘛，因為迄個是飛機伊家己嘅 depressurize system 甲 pressurized system 無相嘅嘛，搭隻飛機。所以實在有陣時你去飛機耳會聽，有陣時你去飛機耳袂聽。對，安怎啊？你看下。咱帶我家對去邊個是咱好嘅在咱無去買飛機單，咱駛車對。花車對去邊樣？你講起安尼款吼，แล้วอีปก起來แล้วล่ะแล้วอี個 blanket 安尼款佢包起來啦，แล้วอีคุ้นกันแล้ว來喎，安怎好？冇辦法咧啊，就是安尼款呀，所以伊度愛頭先時間阿妹是咧 passenger 搖走。所以下嚟飛機有貴了啦，睇下。應該是有嘅。伊貴咪成日棒棒成煙很咯。你呼呼，你呼呼啊！你肯背掉？誒，我會唔會啊？你問題是呢個是放飛機啊？這是蘑菇啊！叮叮鏘鏘，唔是啦，唔是話啦。
伊就射掉。喂昂，哎呀，不定问题你落伊啦，伊係啲謝窿俾掂掂，你問佢要做聲啊？冇鬧喂昂冚 Thank you, thank Let's you. go 啊，梅係咪？我未叫佢講乜嘢啦，我未叫佢講講梅咩？我妹妹講啊，毛毛菇啊，頭先咯。我未記啊，我望起就未記啊。因為梅下面成。好啦，我一分一啊，我拄着一個FO，我拄着聽到，聽到。哦，แล้วว่าที่จะ FO first officer กับว่า講過啦，你負責係กุดฮู是無 allow 和 passenger carry 嘅。when 是講你愛壓接起飛機嘅時，伊嘅這กุดฮู就愛放啲 cockpit 入邊嘅。cockpit แล้วคู่จิต yes 係咯 cockpit yeah 係咪數到咩係啲 cockpit？ this is considered DOG dangerous goods. One of the dangerous good items. Yes, yes, 因為hazardous。冇 hazardous 啊，呢就冇 bio， 呢就冇 biohazard 了，燒了就冇 biohazard 了嘛。冇，because 呢 powder 是 still attack 你目睭嘛。I see。แล้วกูจ้าล่ะกูจ้าสิล่ะ in 1990 สิล่ะโอเคแล้วอีCaptain ตัวไอ้ jaga 之類物件。阿 John 驚啦，要請馬少。我驚 sorry 我聽無。嚇？啊毛毛菇，你講係 Captain ตัวไอ้ take care of 之類骨灰。放啲嘢 cockpit 裏邊嘅，是 captain 嘅 responsibility 嚟嘅。OK，แล้ว即個字牌 captain 就真係吹草阿毛人嚟嘅，แล้ว一真係 curse 加即個骨呼，แล้ว一點 all the flight 3 or 4 hours flight 一點啲咩都真係，แล้ว即個 FO 我平時等呢度係咪？呢個 recording stop 是冇？哦，伊你 recording 有問題是冇？伊是抌了啊。Boss，係咪數？我喂 memory card full。哦。哎呀！唔係。好彩是講緊一隻咩？我冇錄節音啊。誒，好彩有 record 咯，伊等嚟講。我冇嚟個吊死。誒，你走去啊喎？哦，是咩？冇啊，嗰啲哦。你是中啊？有咩？Maybe cam camera。好屌，特別。啊，兜講幾個數度俾你翻嚟啊？佢係講 3 o'clock is the holy hour too。香港是3點嘛？3點，差唔多。馬來西亞3點嚇，3點4字。對。แล้ว人即個大外國你個了是最。我到啲英國可能是7點。你嘛冇攤對嚟啊咯。到時候你免講啦，你唔係話考試冇。應該我是做俾師傅病嘅啦，睇下嘛。我是啊，睇下是。拜11月我推嘛。John 本相。是啊。係啦。你衰啊！特別你諗大佬。最邊數到12個對嘅咧？英國。唔知，特等你成日看咗。哦。我頭先經11月是因為出兵入領了嘛，
我無自家伊個領，我無自家領去，所以我對佢嘛陣時啊，我吞咗咯。就無對先正嘛，我個領。sorry 啊，同埋我係 recorder， 我係即係 full 而家我 memory card。有一張。你走去大陸了？追應該點？蘑菇啊！冇蘑菇。我哋講過一半。啊，講下見證。蘑菇走去啊？嗰陣冇去啊，係呐。伊冇去哦，伊冇去。伊是唔是 Frozen 去的嗎？冇啊。嚟啊！係咩？啊，continue。緊張。講下見證。喲，有聲啊！哦，蘑菇。哇！即你講未困過啊？後點我成日困起啊就。伊淡乜多咯？嗱，佢哋叫三個。最。蘑菇呢？蘑菇冇去啊！伊對哪一隻嘛？佢哋特別冇聲嘅喎。嗱，我一 connect 掉一聲啦，應該是。都 check YouTube 喎。YouTube 係咪？check YouTube 係咪 ？YouTube 個鏡。YouTube 有鏡啊！YouTube 有鏡的。啊，聽到，真冇啲嘢。我唔知一對去喎。呀，貴咯。講接過嚟。阿 John 啊。但特別講貴，嗰時都是問題。嚟，近咩？見咗啊！伊屬於伊是在從啦到短期嘅。แล้วตัวตุ้ยคีตาโลตุ้ยคีสังกังไงแล้วที่ใจกูคุยและEFO ถู Safest Officer เป็นไปแล้วอุไก่กองมันที่สองกองว่าแล้วผมไปรู้เอาไว้อุใจเดียวจะเลยสินหลังอ่างเกี่ยว so ไม่ที่สองอีอัมโมบุสงสีอีหมดแต่มาดิ้งแหวอีกองอันจ้าก็Chinese culture is an one see 到去邊啦，特別是嗰一陣就係叫話 Gary 嚟去 responsibility 點咪啲แล้วอีกปีสินะไทยแล้วเจสันหลังอะไรเจแอปเปิลสันหลังแล้วเจแคปเตอร์นี่ตัวที่อมอลังอีโบส่งสินนะโอเคแล้วใจแล้วเฮ้ยโบสุนตุ้ยขี่รถตุ้ยเก่าเอ็นเดอร์เก่าห่างกังแล้วอี next day อีสไลด์แล้วอีไปถ้าเจอมอลังที่ห่างกังยังโบชูเวมายังสิตุ้ยจีสิฮอตเทลเวมาต้องกินฮอตเทลไป so อีตัวตุ้ยอีฮอตเทลแล้วแม่อีตัว一樣度自己 club 嘅嘛，แล้วอี我諗佢哋唔係嚟 club。伊3點早起嘅巴古地。伊是差唔多巴古地，但係伊是去游水。哎呀！嚇？游水嘅咩？9點幾誒如果嗰時你我啦嘅 hotel，所以我啦ลองกันแล้ว staff กันแล้วไอ้ crew กันแล้ว staff เดียวค่ะแล้วอีกทีแล้วหลังจากต้องอีอุทิลิมชิวแล้วกาคีลิมชิวเนี่ยอยู่ชิวและอีตัวคีอีชิทอคีอยู่จุยและอยู่แล้วมันจะสุอีโบซีอีหลังดรามจิบคีหลังแล้วหลังคิวอีแล้วที่ไรสิอีกองหลังทวายอีสิทวายสิเลอังแต่เดียวอีโลคี哎呀！我是聽以色列 Apple 講可以聽嘅啦，佢我人無 qualify 接佢一個 club 嘛，所以伊人有 qualify，所以人嘛佢講互人聽咯。我幾大聲咧？鬼頭冇聲。伊人的 lesson 咯，伊人的 lesson。牙條了啊！牙條。係啦，牙嘅聲咧，大聲啦！你講我就冇一大聲，伊收你乜嘅大聲？你 pilot 啦，伊看伊聽伊看伊嘅 principe 假死咯。伊假死。伊安怎？伊是蝦米？伊是出現遐蝦米？無伊。我頭先佢一百我聽無。伊出現，白掉伊落水。當你較細聲啊！冇聲啊，大聲。嗰時啊！我老我。如果個人你我哋收 effect，哦唔對 ，sorry，安個細聲，你講個細聲嚇，講細聲啦噃，OK，我白夾，
无伊头摆这声我是要放诶，讲伊小猪诶点落去时，讲伊只红大了伊啊。把这个物件有影有相信诶，若是讲迄个物件啦，在短在去啦，when 我人喂伊诶时是 maybe 是90路啦，掺埋 coffee 啦。when 我人若是爱拖去飞机诶时，伊会 increase 到150路诶哦。哎呦，定掉诶咩？无定掉诶嘛？无啦，无够啦。I mean， 伊会 increase 啦，就有 increase 诶。伊做咩？伊即係 scientifically，伊 maybe 伊特別嗱，咩嘛？這間會英國中咧，我諗伊別 weight 無 maybe 應該無正差。唔知啦，蛇水，無插。 maybe 有流水了啊！無，袂生水本無可能嘅，because 都規個身軀嘅 weight 就是安尼了嘛。是咯。參加你水嘅了嘛，係咪？Exactly。乜都係個嘅。你買飛機喎 ，OK， 但是一響水呢，一再來是規身軀是定嘅咧。上你買位定緊女。上嘅嘛。咱就我問你。1キロ嘅米花較重，還是1キロ嘅鐵較重？1キロ是1キロ啦。是啦。你看毛毛菇想甲半死，你看毛毛菇嘅面，伊想甲半死。是啊。唔是，唔是，你就我看過一個解釋嘅，1キロ嘅米花甲1キロ嘅鐵啦，鐵較重嘅就。講做咩事咧？伊唔知伊有一個算法嘅就，伊有一個算法講，因為伊米花本身嘅 material 甲伊嘅鐵嘅 material， 雖然講這是1キロ嘅蝦米物件，甲1キロ蝦米物件，都我攏講嘅物件，伊是1 kilogram 伊稱出來啦。問題是咧，你牙嘅點聲，你牙嘅點聲，你feeling 是無聲嘅就。無，我唔是講搭隻較定喎。牙點聲係較重。我真你誤會，我明白。你猜個大一包，你猜大無？1 kilo 嘅米花。唔是，即係 example 米花嘅提示，嗱 example 講起來就伊有另外一個算法，就是講伊安怎你啦，一般是有另外一個解釋嘅，講是較重嘅，一個牙嘅點聲，佢安怎實嘅啦，我總之有一個 real 我解釋嗰度嘢，我看過。這是伊人講米花較重，應該伊米花較濟數 volume。唔是，即係唔是個，我捌讀過，我就講 weight， 我明白。我捌讀過，我唔知，特別我未記啥嘢啦，特別我捌讀過，特別我聽過是成日講米花算起來較重，啊對，我捌聽過。啊，台灣我們是聽過。啊 ，because 伊 volume 較大嘅數，伊都較艱苦嘅。Correct。我是講你艱苦 carry 嘅是 because 伊安尼跨嘅 mass 是艱苦嘅。嚇，特別即係嗰啲 perception 啊。阿 John， 你家己想，1 kilo 嘅鐵 steel 啦，咱講 steel 啦，1 kilo 嘅 steel 是baru安尼大，犀利嘅嚇，baru安尼大。你家己想，你1 kilo 嘅米花，你一包偌大？真呀濟。都未使掉錢。即係你 bail 啦，即係你被強起來，你被掠，你被安怎掠伊？冇手咯，也未掉。哈，然後變做perception 嚟，所以較嚇，對 perception，意味是講，想講哇，這裡較重啊，特別唔是較重，伊較艱苦嘅，艱苦根。講緊騎到女啊，騎到荷蘭。但我是講人在講緊騎。騎到 physics。騎到荷蘭咧啊！嗱，邊個荷蘭是普羅？普羅騎個普羅。邊個荷蘭是叫普羅 ？OK， 然後等陣會笑，我唔知我講落句啊，就因為啊，但我看我 live stream 落句，因為我 recording 下佢嗰度。所以我唔使講，1 hour 45 minutes OK 使係啊 ，OK， 直接會播唱句 before 咱走時，幾個告訴。米花較重。這 topic 叫做米花龜。
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個禮拜咧，我特別嘅邊咧就是裝咧，但我特別開來看隻先，因為我嘅 screen 嘛都 show 9個人咧，因為只一人冇開 camera 嘅數嘛，所以特別其實我 room 有10個人，所以我特別開較濟，所以我該看到亂嘅夾嘅了。OK，嚟一個字嚟講，校長配合咯，配合咯。冇困嘅咩？校長แล้วก็英國中啦，ก็有卡吹，ก็有卡吹聽拜拜。被半減低，拜拜。拍領導，我哋都，拜拜。維維娃娃 Hello。拜。สมัครซะแล้วก็ลิงหมอ一條，ลิง頭หมอ一條。แล้วก็มอกู拜拜。這是裝嘅嚇。哦，好，誒，這是，即係我房間，哦，即咧，琴聲困起係頂冇毛病。แล้วก็四百九，拜拜。我咁水啲，加加工本冇啲嘢，唔使啲聽咧，啲困嘢唔使。แล้วอันนี้講แล้วต่อมาก็เจ้าผี係裝過。อาหารหาแล้วก็ถือหมดแล้วไว้เหรอโอเค今次ฮะตอนรับเท้าตอนรับเท้าจับบ่ตอนรับเท้าไม่ใช่講ไม่ใช่講冇嚟掉咩真冇嚟掉嘛冇一百個地都哦我頭晚日日就是講我仔只掉啦我只腳頭波係冇摸頭你冇摸頭啊都係立頭就冇摸頭 OK 我攞摸啊 OK 感謝各位聽眾即係下個禮拜個大事調聽是的告訴拜拜拜拜OK YouTube 邊嘅人 YouTube 嘅人ลอง定一禮拜到看第一禮拜你一禮拜冇看到 episode 到這邊訂然後這邊嘅是訂咧就訂聽訂看 subscribe 咧是訂係就正因為現在錄音時對通知錄而這邊嚟ลอง定面後面定慢慢講面定面是訂叮當而這是訂嚟ลอง你哋要見得